Hello，我係 Luca，我喺 Tasmania 住咗6年啦。Brightstow Lavender Estate 已經嚟咗好多次，咁由 Launceston 市中心揸車過嚟，只係大約45分鐘。呢度一到夏天呢，成個山谷都變成紫色，好靚。薰衣草通常係每年12月至1月盛開嘅。咁拍片呢一日呢，就係1月3號，入場費20蚊。如果住喺 Tasmania 嘅居民呢，張門票係可以喺1月底之前無限次再入場嘅。咁通常我嚟呢度呢，都會換翻對襟污糟嘅鞋，因為個 farm 嘅地下呢係啡紅色嘅泥土，一路行一路就會塵土飛揚。園入邊仲有個 gift shop。呢度好多薰衣草製品啦、精油、手工皂，仲有薰衣草紅。如果係嚟旅行呢，買手信都幾好嘅。仲有個 cafe， 同埋一定要食薰衣草味嘅雪糕，冇老點嚟㗎，真係好好食。薰衣草最盛放嘅時間呢，會因應啲氣温而有啲變化。咁想睇翻最 update 嘅開花狀況呢，可以上佢哋個 Facebook 專頁睇翻啦，就會有最新嘅消息㗎啦。